大家好，我叫徐艳萍，Juliana，我是茶经的编剧。茶经它是从一个茶厂的兴衰来看台茶如何在尔虞我诈的国际茶叶战争当中争取一席之地的故事。在这一个很风起云涌一个大时代里面，茶叶是为一种外汇，它是为一种货币。也几山的茶园，穿的小少的，要会几三千三的，也不用讲伊。哎，先生，咱就北京茶工厂，你讲嘅10批是全台湾最大最新的。我们那时候写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挑战大家对于茶叶的过往的想象跟理解。像我们现在，我们一直会认为茶就是内销嘛，但是其实不是，台湾茶一直都是出口。我们内销是从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This tea has a soft and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honey fragrance. Is it natural? Yes. 你看这个戏，你会打破你对茶既有的印象。没想到一杯茶里面这么有滋味，你就可以用一杯茶让自己沉静下来，然后可以继续决定该怎么走。欢迎收看基本界复习来咧，哇！家下看到介短片呢，是都是营业样比赛播出来，你介连续剧差劲，大家来分享你今届来宾是你介制作人唐成荣，欢迎。Hello everyone. I'm the producer of the Green Leaf 大家有看到？大家有看到，因为第都有英文的嘛。哇塞，刚刚用嘅 opening 哦，我也讲英文，还有可以吓一下，你知吗？因为一出去就青岛嘅语言啊，当年开了嘅客家青竹嘢咪吼。讲还有葫芦花，还有银文、日本花、松花花，对哈，而且连南京腔都有滴都错嘛哈，哇，太开心，贴分享哦，家家都分享你个听个来比赛，你个编剧Juliana。大家好，我是Juliana，我是茶经的编剧。耶！刚才汤哥用嘅英文做 open 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哦很适合俩出戏？因为这出戏就这么多语言。对啊，因为我蛮讶异，因为对他们对很多人来讲，那个客语跟英文、日文都住在脑子的隔壁，所以你要想要讲客语的时候，可能就会讲到英文或日语。係啊，好熊大。真嘅，佢都嘅演員去做戲嘅時就記到咩熊大，因為記得以下會講客家話，以下會講英文，以下日本話，因為種女主角連語係就會按用嘅。啊，李信美強用於李信嘅做戲嘅時就記到想講啊，以下會講。就是上海话，对，然后其实每个人都有真错，因为佢石头这种石头嘅编发地度，人家其实嘅时节语言青岛用嘅地度，嘅时节讲日本方面青岛，因为日本人济位咪吼，大部分人就靠日文嘅教育，不过啲有可能讲客家吼，不过嘅时要推行讲桂語嘅，不是他家要學桂語，不過其實就要做生意咯，外國人做生意一定要講英文，講英文，古時候佢都會要用英文嚟，多古時候大家喺講看一出去，有看到青島嘅外國人哦，真嘅，古時候啲青外國人演演嘅時間也是挺辛苦。係啊，因為佢都咪唱嘅外國演員吼，一定要青島嘅講外國公司嘛，懷特公司，嗰時節台灣就講美國來演出嘅時節叫青島美國人來台灣演出，也有講，其實本身好嘅角色，佢就會啲嗰種美元公司、懷特公司上班，嗰時候佢哋都講青島嘅語文，真嘅。嗰種大家會知道講溫生豪弟都講嘅係乜嘅，其實佢真經貴語有啦，一些客家話，然後福佬話，講青島嘅英文。就係你嘅功勞，因為你本嚟講青島嘅英文。不過在10個禮拜，大家咧講一下你嘅播出時間好唔好？你所有嘅鄉親朋友吼，你讀時間嘅13號咧，吼，讀公共電視拜六下晡頭9點會連續播出2集，時間嘅15號開始拜日拜二下晡頭10點讀客家電視來播出吼，所以大家聽出記得收看咯。大家講怎麼講到按詳細咧？因為我們要送口罩，對。
吸烟讲嘴烟呢，然后他朋友讲也没用讲凤嘴，没用讲嘴烟呢，所以你等下你抬价带哦，青椒哦，青椒。对他们，你可以修给一下，你那个是绿色的。要把 video 做要查嘅，所谓的主视觉哈，作为青豆或可能用香出来，香港开播案讲哈，但有就讲口罩也看到动到嘅杀鸡哈，湿嘅杀鸡就讲，亲用心来做杀鸡，故所要把限量嘅哈口罩，我们送，做要送给大家做得来。看到用的拿到要按照某 Q 用的口罩，有哈，大家有看到像汤哥他编剧有矮按钮都是我说你们俩有要这么相亲相爱吗？这样比较好拍啊，比较好拍。等于而且矮的个品质还很好的，不会起毛球，矮的刚刚按钮乡亲朋友哈，基本你看福喜类类个节目都按理解免诉。留言讲出理解播出事件，2则都会讲哦，是有机会得到理解在用的。目前我们是抽出10位。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口罩，太棒了！我觉得很棒，我自己都有点舍不得。一开始我同汤哥讲，我说我舍不得戴，汤哥说拿来戴。哎呀，这口罩已经要戴的了。真的，我说这个我想要纪念，按用好，所以乡亲朋友记得了哈，今日可能节目的留言，你会抽出世界的很润的观众朋友昨天拿到理解在演呢。我刚才讲到，我们说编剧，其实编剧是一部戏的这个基石，一定是先有剧本哈。你看汤哥走到俺都水起。剧本最重要，但后面然后对不对？但是你要有一个好的剧本，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在写茶经的时候，利用这个时候，平常没机会，你就在这个时候想要抱怨，想要吐苦水，就只有这个时候了。来，请说，强攻。就真的是基石啊，就是被大家踩在脚底下嘛。没有了吗？没有。对啊，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它是蛮有意思的。以前我们还不看这些马走叉哦，对啊，我爷爷那一代还在做茶，对，所以呢，那时候就是接到这个，我就想说俺嘛走的是走去问俺婆婆啦，俺婆，其实那时候100多岁的。100多岁，对我婆婆101岁，然后我后来就是接到这样的，我想说可以去问她，然后2个礼拜之后我婆婆就死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问她，对，但是好像就是有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家里面喝的茶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几乎没有去外面买茶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接到这个其实也是因为是海路嘛，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做，但是在过程里面，我觉得最痛苦应该就是说，大家立白就叫 deadline， 就是来干哈就想下了那个想。每天到了礼拜4就，因为我们都礼拜5开会嘛，对，礼拜4我就很焦虑，然后就想说应该编一个理由啊，比如生病啊，被车撞到啊，像小朋友不想上课编理由，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编，然后我就就打电话给那个青云姐，另外制作人说，我可不可以那个写不出来，明天可不可以大家休息一次，下一次？他说不行。你就算写了2场，我们明天就讨论那2场。对，然后我就觉得对不起，摸到麦克风，就是说，就是觉得因为就是变成我觉得那个其实好，因为如果那时候制作人让我说，好，那我们就缓一缓，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讲，我就会一直用这种方式去拖延。那因为后来他就说不行，当然他就是铁了纪律嘛，大家也知道我们另外一个制作人铁了纪律。所以呢，后来就变成，那时候我就礼拜4也完全不用去想说我要去找什么借口，我就是拼了命把它写出来，这样，然后大家去讨论。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写，我觉得写的是最痛苦的，其实不是填掉资料，还是资料的消化这些，我觉得其实那些都是还好，而是说你在想到的东西，你如何运用很有逻辑的方式把它编排出来，因为有太多方式可以，就像我们小时候卷那个纸。有没有就玩那个什么就是走到什么对，走到不同方向这样。其实就是你做好的东西、想好的东西，其实它有很多角度、很多方向可以去走。所以呢，就是等于说编剧问我，就是每一个角度都要去走走看，然后大家来讨论的时候就说此路不通。此路不通。但是因为讲，亚故事也有些复杂啦哈。有石头一个故事，又有茶米，然后又有商战，然后又有历史，还有历史哈。因为真正係用
正经嘅人，唔过佢改变心态哈，就讲先做嘅一个茶面就讲原型故事，唔过可能佢睇以後，佢希望講冇下降到較開始，因為部分呢個大部分80%就講大家可能都當然佢寫嗬，就講大家要討論，我佢寫出來嗬，所以每一個角色就講佢設計出來嘅嗬，然後再嚟討論講哦，你寫出來要用唔用嘅安尼，嗰個時間係花多時間，大禮拜哈。按你下1年半聽過年給我前還沒有討論哦，這樣做的下出來那個故事出來。對，可以說沒日沒夜啦，都這樣講哈。而且你還沒寫到最後，還自己在車上，一個人在車上。我記得你有按我給景喵，他寫到最後，你一個人坐在車上方向盤，然後沒打電腦，然後一個比較安靜。你記得哈？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寫到最後，就是在家裡面沒辦法寫，然後就是開車的時候，你就腦子會放空，你想，這個點子不錯哎，然後就停在路邊，然後電腦就趕快搬出來，然後就開始在方向盤前面就開始寫，就開始把那段打出來，這樣，然後旁邊車子速度很快，咻咻，我那才知道說車子會震動哎，對，然後那時候當然寫到很辛苦，就是寫到就是很想死啊，然後對啊，就是先辛苦，真嘅，這是過程，對，然後壓就黑，我覺得是一個。我覺得是榮耀時刻，因為佢就會播出來。我知道，其實後來就茶經開始在做宣傳的時候啊，然後我看到我其實內心是百感交集，然後我想說啊，可以。那有一次我也說嘛，我就是說，想說這麼久了，也許打開，我把那個劇本打開來看，到底那時候寫什麼東西這樣子，打開來看，然後。我覺得我以為忘記，其實我身體還記得。我打開來，我身體沒有多久我就很想吐。我看到那劇本，我就覺得，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創作者。台灣很多的紅州炸就會有暗湧給勾場，我覺得這就是創作者會歷經的一些事情。它其實好像跟體內是一個水乳交融，那是一個深刻的經歷哈。哇，又就沒有談到兩位吃到變開動景是動辛苦，其實又很好辛苦嘅地方，你先聊下，等下長來講。你上堂節目談到茱莉亞娜講哈，說現在兩下咋個可以終於看劇本的時間，還會想吐。你剛才有一點含淚，你知道嗎？你眼眸中有一些淚水，淚光閃閃。對，而且這是你給你特別帶來去寫劇本的時間。對，那時候拉的一些就是一些過程啦，辛酸血淚。你講下時間哦，2019年2月1號。到2年5月22號，不過其實我沒到呀，還有後面還有哦。對，後面還有第4版，還有因為天哪，大家就還有懂得會討論，嗰時候下都差唔多深夜的，還有改掉的東西啦。不過茱莉亞有講啊，佢講12集其實是48集。對，這個就是當編劇的時候會有，這個是其實就是一些角色的一些過程，所以這個是 KK 的部分，這是其中一個人物角色，對。所以這邊就是都是，然後那時候有在一開始的時候有想說，在拉第一初級的人物架構的時候，就有會畫這些圖，人物關係圖。這個對，像後來就會慢慢把形狀長出來，對，這樣子就是這樣一版一版的去進化。這個電話遮起來。對。對，因為這還有一些人，所以這是一些我自己在做 memo 的，然後後來那時候就開始就是要拉，我記得我這個是在日本。京都的時候哦，對，我去度假，我還在畫這個東西。其實茱莉亞娜這個日本行，它是很早就安排好嘅。我都跟你有時寫到一半的時候，你沒有想到，反正你還是去了。對。然後他回來之後，我就有問佢，阿公你去日本剛公有，他說沒有一天在日本是在逛的，他都在日本的咖啡廳寫劇本，都在飯店裡面寫。然後像這個就是那時候拉1、2、3、4、5、6集，然後每一個人物他可能會走到哪邊，所以那時候就是大家的意見，然後再把它重新再去整合，再去消化，這樣子。然後後面就是有一些填掉了一些資料，因為這樣寫在一本就比較好看。這樣寫完他寫出來用打字的東西打出來之後，還會有繼續修訂，因為你看下故事的時間有懂得嘅。
讨论的底度了哈，就是他讲的多，就是很多的大拜，你看按斗拜哈，青斗这东西要讨论。已经第4版了。对啊，大概说的。所以汤哥应该看到也是百感交集啊。好像这部分你看，汤哥你还有一个心情用诶，看到给粮食，其实已经2-3年了，3年给时间。做一出戏冇简单然后你看到。考一次之后都也会播出来3年过去，3年呢，很可怕。你看一个国小63年就6年级，就国小毕业，一3年做的做出去啊，好可怕哦。我记得其实给粮食开剧本会，我们都开到晚上11点，但到10点的时候，兄弟朋友们台下走来走嘛，开始做福利挺身。我记得到了最后导演要开始做导演版的时候，开飞都按不呀10点给时间，你就看到导演开始，然后。唔过还可以伫个开飞，真紧大家就会按用勾了。不过最近用汤哥讲的哈，3年跟10年一出去，汤哥，我觉得3年还算是有铁的纪律在那个。如果我们稍微松一点的话，其实4年5年才一出戏。其实也得接不接哈，还有做荧光哈，做对，还有做一些动画特效。迄个冇时间，迄有时间啊！我做过很多很好玩的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真的，大概就按用，迄个有很多的时间做到很好。不过我要同汤哥讲啊，就是好，永远都还有更好。对啊。比如说哈，我一招，你看，因为我汤哥亲辛苦，因为要播出来哦。不过其实当你还得修正哦，修一点，然后一直重新。其实你在前期周边卡给时间很想吐，对不对哈？不过其实要他后期，我吐了。你不要后期跟时间，终于，当你周都真紧吼，冇干冇上真紧。故说你说你看要喺边卡在最前期，不过其实汤哥我们这次的主创团队也很强，对不对？汤哥邀请到的是我们的金奖导演，因为林君阳导演大概没提供几年前。我们与恶的距离哈，今后的一出戏哈，得到青岛的金钟奖的哈，人家要到导演就讲，伊就抢起了向下跑哈，佢咩虽然没客人，不过佢后来大摆就会讲，唐德客甲法文讲德客出了清的等一下，当然还有给他团队做像今年有一出《火神的眼泪》哈，就讲做些消防队没有的懂得嘅制作给你底度的制片然后底度，还有像人家台湾青后给以为做造型的人都是姚军哈，底下做青岛嘅像一把青呐哈，还有斯卡罗哈镊子哈，其实青波做呀你嘅做戏，还有像台湾一个因为咩青葱腰嘅制片就苏国新苏大哥，佢青波请要顾家嘅东西哈，所以佢一摆人家听说要请到青后嘅。他的大脑没黑一张像百科全书啊，吃到给大脑啊，轻松用嘅一种镭射有冇？要那个晶片，同给那种扫描一下全部记起来。我大概看到给我苏哥，我拜托你，你可以把你脑中的东西，我们可不可以记录？错啊，因为佢一摆请人家跑三圈台湾，对，他真的是不知道跑了10圈，就请他抖的时间。对，在拍摄已经进入拍摄期或拍摄前期给时间给真给当夜就试采，有时候开会开到晚上8点，他说我现在要开去美浓，对，你就会按钮来回。那个等下给他选过去台东等下选过去花莲，对，真给听你就讲我做股神经痛还是有给就知道。哇，真挺清辛苦啊！知道 Pocky 跟你真挺幕后的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辛苦，当然目前也是。不过更多亚其实汤哥有说特别有像都姚君姐做服装造型，他敢看到底度，看海报底度暗讲给赏夫，其实都是姚君姐设计。他就是一个一个帮演员量身体，一张一张设计图，哎呦，把出来耶！青岛会定做哎，不是去买现成的哦，全部就会定做哎。对，真的就是师傅这样子裁缝出来的。等一下得上哈，有的会不用到各地的展览哦，一共有几批的成品的南京西路店，对，还有的法典呀，给文创园区哦，他讲是一年时候开始为的法典上站出像底度看到这个环境，还有一个法典做出来哈，去甲做的哈，因为个古籍说做一集，冇用档的哦，就让你做起来哈，对，还有包青岛的。东西，反正他个有时间都发现了看啊。真的，其实我们有印内的青岛的发通啊，哈，真的是，其实像我们也会有美学讲座，好，来看后面有几分来的脸书把这样子所有的系列全部都分享本台噶，就有汤哥讲诶，这12年的时间，其实在新竹的成品，还台北的成品，其实真的有美学讲座哈，我们有映后座谈，对，那汤哥更多暗涌给古籍，真的，因为你不能碰啊。汤哥，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像里面第1集有一场戏很重要，我们讲的是国府那场戏，在台大的社科院。
台大的社科院我们谢谢台湾台后的社科院给天数，不过真的因为是古迹，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墙壁不能碰。这些墙壁不能碰，这个油漆不能摸，那个油漆不能摸，这个地板要小心，所以整个剧组进去也是战战兢兢，对不对？好，不过呈现出来真的很有那个国府的气氛，质感都有做出来。这个是场景给部分，是主创团队就用汤哥讲的。里面青楼啊，给沟通非常要到刚刚讲这个社科业，就非常对，就是不。想尽办法，所以不过这会回到汤哥讲的整个台湾拍戏的环境啊，真的，我觉得要有更多的支持，更多的资源，我们才有办法去。对啊，因为我们没有片场。他也要提供韩国哈，也今年哈去做青岛的韩剧，还有歌，也就做台湾的歌曲，还有天阳就去全世界，他感觉。看韩国的东西，韩国或是韩国的食物东西，对，要得到奥斯卡奖，就青岛他们国家的东西，他们用文化征服了全球，这样。那做戏剧咩样的哈，做的好的话哈，本大家来看，全世界来看人家东西，我想也青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其实青好的。一直投资啊，做的，然后去把台湾东西做出来，大家看到。真的，我觉得要做出我们的招牌，而且雅思这也是最好的国际外交的一个软实力。第一有一拜碟同汤哥开会的时间，汤哥可能某印象，不过印象很深，因为汤哥每天都在关注青岛的资讯哈。有一次汤哥就坐在我前面，他就这样手机滑一滑说：“哎，大家都在看韩剧，给面。”真的，汤哥那个脸，他你去讲唔敌啊！大家都在看韩剧，因为这也是汤哥的目标，也希望台剧可以一步一步的前进。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的一个环境，做出更多。一直不断突破的戏卡叠腿嘛，就会爱用给感觉，你不觉得很语重心长吗？讲到这一段，每出一句，其实也纪念台湾的戏卡有新的面向出来，对，各式各样的类型哈，各其实就讲，人家讲一棒接一棒哈，一出过一出全好。对外国人来讲，全部台剧唔乜啥做啊，就其他全部，像你爱讲韩剧，乜唔記得伊乜啥做嘅，因等你講做嘅好嘅話哈，其他都。大家都看到台剧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哈，质感啊，或者是说整个故事的精彩度没有啊。当年我也因为各种的题目哈，题材只有题材轻重要，也一直在突破某种跟类型。还有技术方面哈，比如说美学啊、技术、剪接、特效、音乐，对，就没有懂到做今后诶，要慢慢音乐没做今后。真嘅，本来音乐哈，嘿根本其实还可以讲给充电哈。其实我们在。大追顾给时间，他敢看到青岛给相片，我们有一直跟观众分享，哇，里面有好多我们在里面漂亮的剧照，但是这些真的都是我们拍了114天的血泪记录。不过买之后要就会周一个高场，其实辛苦，汤哥也常常觉得我好痛苦。不过看到一个成品的时候，那个心中的喜悦，我觉得这跟科学家做实验一样，在这个过程有挫折的时候轻痛苦，不过好像找到灵感、找到创造力，又看到一些成果的时候，好像过去的辛苦又忘记了，那个心中的喜悦会盖过。你没有对不对？你还是会啊，就是说你想到一个好点子的时候，其实是会非常开心。对，汤哥常常在俺个面前讲几次都酒店那边看还亲有创造力的一个编剧你一定要都没有跟我说呢。说我们的懂要一定是背后讲，他常背后夸奖你。对，还有都动精彩的故事，在咧大家都打嘴鼓来讲大家先聊下，等下就在讲。今日你甲乡亲朋友分享是因嘅13號度公共填戲，15號度客家填戲，咧播出嘅插件，繞牆道係你嘅幾種人通聲，然後還有別人家酒店那裡都節目地圖，哇，好開心哦！其實公司採訪還講正經會講青島嘅事情講唔停，我們今天也是零碎的小豆包該講嘛該同大家來分享。不過上一段節目湯哥有收給到主創團隊，真的是湯哥你記得嗎？其實每一天出去拍，我拍了114天，每一天都超過100人。填充，真的每天都100人，那个阵仗之庞大，对不对哈？所以我们要来分享一句老公言语，俺来讨厌哈，上沙穷挑衅，
往来变心境，要挑战一下吗？海陆腔。三沙共有挑衅，挑衅，往来变心境。不错不错。意思一共其实就是大家同心呐，泥土都会变。那都会变风景，好，我觉得其实这很适合在剧组。我觉得剧组里面有一个灵魂人物的带领，好，像制作人、导演，然后再但你想想看，他的主要的主创团队到各种仍然又把浪杀，其实大家其实是同心，所以才有今天的差劲。有没有往来变心境？你那时候写了48集，黑毛，心痛苦黑毛，不过其实要它变差劲，变心境。好，所以让你甲乡亲朋友来讲，我记得了哈，再提醒大家一摆，好，我一定要讲。11月13号，公共电视摆6、9点，摆这半夜不然10点，而且哈，根本你看体而留言，我们要送在 M， 棒棒哈，太好了，好。够讲得了哈，堂哥，其实我们的这个展场非常的漂亮。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在花莲有这样的展览。够讲得了，我们要讨论一下，讲一下。其实一出戏卡哈，我们一开始讲到卡蹦黑基石，然后再来是摄制的过程，后制也非常的辛苦。那个痛苦的感觉，我们不要一直跟朋友讲我们多痛苦，不过我们讲配乐就好了。影乐还没轻松，轻松要，分享一下，因为呀，影乐还有。天数也石头嘅分泌做出来，用稀巧嘅金种啦，吼，比如讲干通的东西，哈，所以人工对来讲轻重要哈，所以说花喺轻度的时间呢，一边两边三边哈做出来，还有一摆没有像係轻后嘅做创作人哈来做歌曲，因為底都有四大天后，要好好讲一下，我们有哪4大天后？现在可以讲啊，因为我们可以做得我们要11月1号、2号播出，不过13号就正式播出，已经可以，我们很多都可以分享了。嘿，这个底都像呀片尾曲，嘿魏如萱娃娃哈，其实阿婆哈讲好，佢咩下对客家人，嗰個佢一擺咩親好就講。佢咩得到金曲獎，周慈年咩得到金曲獎，葛大為，還有周曲年、之中你就講陳建騏咩得到金曲獎，佢也得到連炮的周亞出國位哈，就很多茶有此人哈，茶有此年哈，就比方說人家親片就講佢出去親後部大家都來談下親後談哈，佢係特別做一出就做創嘅一個客家版本的哈，來問大家談哈，即係喺第一本就講王若琳哈，佢咩？今年得到金曲獎，其中啊拄好簽到一首歌嘅1949年嘅美國嘅排行榜第1名嘅歌曲哈，然後就用一首歌曲哈，比方說西的地圖哈，因為從英文嘅地圖係有一些客家話，那比方說佢彈嘅時間哈，佢就講啊，佢個清學堂幾多唱，佢說佢咩練嘅客家話，佢有。這種美國錄音哦，還來唱羅馬尼亞嗰邊的交響樂團嚟做，對，還有大家地都喺度唱一首歌，各種情感通，全部都會現場演奏跟弦樂，哦，現場整個大樂隊跟他走。羅馬尼亞交響樂團，故說呀，這第一首歌，還第二個就春面樂團哦，呀今年新的一隻客家樂團，佢個青天邊，因為佢用。管弦，它是用個管弦樂跟吉他作為一張，不是那個低音單簧管，單簧管作為一張樂團，佢亞今年得到青島嘅獎，用賴宇橋給他主唱了，咩作為特別作為一首歌嘅本嚟做，嚇，亞第三，第四條歌其實後來加上去嘅，因為嗰時節呀，柯志豪還沒都聽到聽嘅，到製作人然後做配樂，佢下一段一套嘅旋律啊，到清後堂，就講讓人家旋律唱你來做下次做哈，佢就唱到羅文玉哈，咩金曲獎嘅，還有彭佳慧沒有唱，所以說彭佳慧沒有唱呀，嗰個亞洲歌有這個戲有亞洲戲有 CV 輕重要嘅金曲獎嘅歌數嚟。所以他個看的時間嚟灌輸一下首歌嘅，一條歌嘅比如講那條 V 嘅按後彈。其實要不要清針對嘅事情，其實查緊哈，因為11月13號、15號喺天師播出，其實還有青島其他的平台。不過其實也有在台北電影節播出，對不對？我們我們有北影版，所謂的電影版。好，這個是一個很精緻的，也是音樂，也是也是1 round 2 round 按鈕走出來哈，這就是這次的這個配樂。其實同大家條講一下，其實給製作人湯哥哈，也是常常週6週日，又是早上7點鐘的事情。有時接7點就因為要上，也是早上7點哦，早上做營養，佢就好卡這神做條路，佢說7點就，我這個就8點了，因為這個過去啊你哈。
青蛇湾的按做7点，可是做应该会给面，要不然真人是多的。一般来讲就会讲，我们约11点啊，黑某就下猪头6点，做到按不要，说唔黑7点早上。对啊，吼，7点，其实今日这人没有一个错。哇，姑说吼，其实泰卡真因为清体台吼要出去，其实我是觉得绝对不会本泰卡什么。其实共识开发，我必须说，黑公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很通俗？给黑清通俗，好，他有一点点难，因为你讲到黑给粮食给历史呀，吼给粮食给贸易，你看你讨论的题目轻难，姑说才会邀请到九里安娜这个小博士来下，我给感觉，不过。俺黑吃到台湾那一段历史都没有被呈现，空白是空白的。我觉得太开心，要拜做得有按用嘅机会，用茶经要出去呈现给粮食，太家唔敌嘅历史。不过我讲一下就讲，伫度人家用嘅国土吼，係用就讲神理念的国土做，人家冇。用嘛个政治角度来了看一下出去的动作的事情。当然政治的背景有哈，嗰时嘅因为嗰种时嘅背景就係石头嘅，唔過人家冇嘛政治嘅啲重去講緊到，人家做嘅時間人家懂清楚一點，全部要用神理念的角度來做一講一故事哈。故事我大家我看到哎呀，因為我有案例有案例，其實全部就有冇偏向冇。有啲政治面向哦，嗰時背景聽聽哈。嗰時候大家做到嚟感受一下，叫石頭家講嘅哈，伊講。跟時代嘅氛圍，真嘅。我覺得這一次我。第一開始有講到時代劇，係嘛？唔係講做給糧食嘅賞夫，也係講做講給糧食嘅發就會時代劇，後面有真嘅有表現出給糧食時代的氛圍。乃至把青台嘅港書碟茶經裡面就有感受到，所以我覺得這就像堂哥講的，我覺得台劇也是要突破不同的類型。我覺得歷史這部分一定會被存在，那是一個背景。不過在裡面看到的是一個商業的戰爭。哎呦，不過好說真的，在裡面的男女的感情談得比較少，沒有啦，比較少啦。懂事。可是我覺得很內斂，很深刻，很內斂。為什麼？因為整部戲時代的好像情感表達就是這樣，比較內斂嘛。真的是這樣嗎？係啊，因為佢講大家做下去劇本討論劇本時間，我會拿把破嘅故事拿出來，然後導演沒有拿。哎，真的，我覺得共同創作有趣的地方是家裡一直翻家裡的故事，家裡講出來，青島卡年的事情講出來。因為像阿公就講，日本時代出去打南洋，就講本打就講就出去嘛哈，不過就冇轉來安尼哈。嗰時間有當到年就安尼嘿，嗰時像個故事地圖的角色又沒有安尼的東西。對，所以哈，大家哈像安永嘅。淡淡的，不過又輕深刻的故事哈，在我們的主角身上都會看到哈。對，像是溫昇豪這一次的角色跟高希給的詮釋要完全不相同。哎，第一溫昇豪給輕中醫給要扮自己的角色，而且他也讀了好多的書。特別特殊。好，這個我們哇。這個是未來看還有沒有機會再同台港的分享。不過共同亞哈有一件事情特別重要，會同台港來講，就是我們湯哥有共同，我們有小說，我們有劇本書。其實哈，希望台港做得去也看一下茶經嘅粉絲頁哈，裡面有青島嘅訊息。其實我們有好多茶經的周邊商品。好，對，基本你講嘅係做呢，其實我們還有好多其他的周邊商品。我們剛剛小說、劇本書。不過最重要的事情是，湯哥這次真的太開心啦！很難得有劇組可以把這樣子的拍戲的現場還原，而且放在那裡讓你去看，不你去參觀。胡說台港還沒有，湯哥幫我們講下。佢啊就係地都聽到嘅背景嘅東西，也含留啲花蓮嗬，因為人家拍嘅時上我攞佢留下來，所以本台港有機會去花蓮了嗬，嚟地都看一下。也地都也咩啦，所有嘅美術跟道具跟服裝擺落嗰片戲嘅嗬。真嘅。所以說第一。花蓮文創園區哈，你是系統哈，就講4年4號開始哈，拜3到拜2嘅11點開始到5點半哈，大家做得嚟唔是錢的哈，你可以看一下，啲地圖做得撲看下哈，你啲地圖用嘅，大家都嚟可能司機上啲撲嘅地方嚟。而且哈還要特別同大家講一下哦。你去看還50錢，我覺得好棒啊！因為酒店所有都按，這麼開心。地圖沒有講青島台灣產業故事的產品故事的地圖。對，因為我覺得就是說，大家去花蓮的時候，還可以有一個景點可以去走一走。而且我會特別的強調哦，你可以看場景聽聽，裡面有很多那時候我們的故事分享，好，裡面還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還都得看到。
演的衣服，好，当戏的衣服，其实小小的道具，你看我们真的说不完。地图其实也他看到所有的东西全部按下做的，就讲天赋啦，哈，对，还有给讲给么个？你看像那些灯啊、壁灯啊、沙发啊，要规栋要做这个审查室，审查室里面做的哈，对，他给做的看一下，因为年老要提防啊。做唔得，是不可以进，对，不可以，没有开放。人家用桥接的方式来接，冇用挡的哦，对，清理好一百个迷失。所以对美术来说也是大挑战，因为它很多东西都不能用，可是它又要建立起来，用给感觉，哇，太棒了哈！所以乡亲朋友记得的哈，除了制作人汤哥讲的哈，是音乐是吼，可以是做在许多改变参观，大家会记得哦。最后一个哈，是音乐。13号、15号的记得，公共电视、客家电视都有播出哈，希望你哋乡亲朋友记得会看哦。还有记得今日到脸书留言，你送口罩送最爱呢耶！东方姨汤哥到朱莉安娜坐在那度也评到大家的分享，下摆系讲有 give 还是来一下啦，好不好？拜托拜托，感谢，谢谢耶！哈，所以乡亲们天天好多在做认同了。中戏福喜乐乐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樂界面書傾站，還有體驗啲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